另外说到这个，我再举一个例子，说起来这个器官移植，包括这个刚才安红讲到的这些，我也是很有体会。这个2006年，我记得当时，有大概在天津泰达医院就心脏就肝脏就是移植科吧，还是就有37个阿拉伯人就是沙特人。当时他们就是说起来，为什么要新疆人会被选中呢？因为这些人是要清真的，这是很可怕的。对，清真的肝脏就是说是要这样的。这是我原来在国内是绝对不知道这些信息的。我当时只是看过，就陪着朋友一起去看就说他说看望一下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就陪我一块去看看。我就跟他去看，我说哟怎么这么多人？他说来中国，我说要等多长时间？他说最长的等6个月，最短的就是不到1个月。哇，我当时还想，我说这么快，我说我觉得这个要等，你得怎么等啊？等什么样的人你才能配上对啊？就说这个按需来挣钱，按需来杀人，按需来作恶，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包括我们后来，原来我都不相信这个法轮功在说这个有多少人被杀。但是当你后来看到这些世界上人的这个英国的这些叫国际审判吧就是来报道这个追查它的真实性的时候，你才觉得哇，这是真的吗？其实这就是真的就是我想再说这一点，这个它是按需来杀人。另外呢，我在想说到